洪台过后，一寡民众会去摸到这积水的这垃圾水，这水内面是有真侪细菌的，身躯顶开始出现红点，开始烂会痒的镜头，这或者是类鼻珠。一罐水也要提醒医生讲，这个诊断的时阵就要加注意挂。若讲到这台南高雄，也因为这洪台过后，天气开始反热，当咧监控这天狗这个疫情，顶礼拜清调要到2万个有积水的桶甲罐啦。头前骑奥多摆的是牵奥多摆大水过，中水是深到大人的小腿肚。台南永康初六下晡出现大堆雨，高速公路的边车道、永义街的磅空、台湾路拢积水。到下晡5点进前，永康仁德区拢总有10个所在积水，这是积水体啊！民众在整理工园的时阵，嘛要注意类鼻疽。疾管署发出警讯，凯美洪台过后，过来增加11例本土类鼻疽的病例，拢在嘉义以南，其中3例住家户病房。目前没有发现群聚，可是个案增加速度蛮快的。通常在这个台风过后的2到4周才是确诊的高峰，所以整个8月一直到8月下旬，都预计会有个案持续增加。全台加起来已经有18例本土类鼻疽的病例，创最近5年同期的新高。按算在8月后半个月会到确诊的高峰，因为类鼻疽镜头的表现差真侪，嘛有可能无镜头。疾管署提醒医师提高警觉。有些重症的其实是可能导致肺炎、脑炎，或者是败血症。它的致死率的话，根据国外的研究，致死率可以从40%一直高达到75%。落雨了后，嘛要注意天狗热的疫情。台南市顶礼拜大摒扫，一礼拜来是清出5000多个积水的容器，高雄嘛清出14886个积水的容器。工地学校那以及市场大楼的地下室等，加强相关的更热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清淤跟消毒。高雄市政府讲，洪台过后拢有加强环境的清消，这个防治天狗热，因为这摆嘛有真侪餐厅店家受灾，后壁嘛请卫生局来加强稽查，避免长道的传染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